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我现在找2根柴，回去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，死就死吧。以利亚对他说：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那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短缺，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。以上。今天我们请到陈世林长老来讲道，所带来的题目是带来幸福的信心，带来幸福的信心。各位大家平安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做礼拜。我们举起主的手，跟前后左右的人说：祝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也一样兴盛。祝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也一样兴盛。敬拜上帝是祝福的开始，因为敬拜上帝在上帝的律法里面，他有千代福，要祝福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直到千代，所以我们敬拜上帝就有千代福。请举起你祝的手，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：你会有千代福，你会有千代福。阿们。德国奥斯威辛的集中营里面有犹太人叫做弗劳尔，对他的儿子吉尔说：1+1，你不要讲等于2哦，你要讲1+1要大于2。请 PPT 放一下，1+1大于2。他的儿子说，数学老师说1+1等于2，他说你要说1+1大于2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有来自上帝的思想跟信心，那所以在奥斯威辛的这个集中营里面，毒死了536724个人，他们2个父子却活下来，因为他们具有这样子的思想和信心。在去年我已经讲过带来幸福的思想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带来幸福的信心。教会里面的信徒最重要有3种训练，包括话语训练，就是圣经的训练；圣灵的训练和祷告的训练。这3种训练最主要的动力是在圣灵。没有圣灵，你不懂得话语；没有圣灵，你不晓得如何祷告。所以最重要还是在圣灵。这3种训练会带给我们信徒一生受用不尽的帮助。由神主导的这个灵性是帮助信徒对神的话语、对圣灵和祷告有更深的体验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具有从神主导的思想。神吹气在我们人的鼻孔，我们就有了生命。所以我们可以跟神交通，我们用像跟神交通像呼吸一样的。所以祷告是我们的呼吸，读经是我们的吃灵粮，传福音是运动。这3样如果缺乏的话，都不是健康的基督徒。你可以反省一下，你有没有呼吸？有没有祷告？你有没有读经吃灵粮？你有没有传福音？你一生到现在到底引导多少人来信耶稣？你要好好去思考。健康的基督徒必须要3样具备。那么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得到永生，有的人认为这个太简单了，不能相信。的确是这样子的。以前我们在讲3福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就经常发生，不敢相信，不敢接受。可是这个世界上却充满许多的见证人为耶稣做见证。
如果我们回到清朝去看的话，像那时候的义和团，他们认为他们的身上贴着这个符咒就可以刀枪不入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么愚蠢的信仰。印度也是一样的，印度有一种教叫做蒂那教，他们相信每天只要走20公里，吃植物有虫的植物他们就不吃，他们衣服越穿越高段，以为这样来修行就可以得到不死的生命，哪有这么愚笨的人？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去想，说这种信仰实在是太可怜吧，真的是很可怜呢。这个都不是从神来的。当我们以神的思想来面对人生的时候，就会站在新的人生的起跑点。当我们有神的思想，用这样的思想来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站在人生的起跑点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接受从神来的思想，以顺服神的心，将思想与生活连结，这个就是信心。PPT 请打一下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在生活或者生命当中遭遇失望、挫败的时候逆转的要素，能够克服许多看得见的界限、极限和弱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告诉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，信心是挫败时逆转的要素。信心是挫败时逆转的要素，所以你一定要具有信心。那么信心告诉我们，信心是什么？圣经里面在雅各书第2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PPT。雅各书2章26节，他说：“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”一起来念来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许多人相信信心只局限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。不可否认的，今天许多的基督徒，他的信心只是在外表上。没有信心的实质，他只有外表的信心，而没有信心的实质。许多人的信心都是建立在别人的信心经验上，而不是建立在自己的信心经历上。许多的信徒听到别人的信心经验，比自己经历的信心经验要多得多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遇到无法靠自己胜过的极限跟弱点。如果我们只有听来的信心，那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很难在生活上让自己得胜，以及克服所遭遇的难题。比如说医病赶鬼，我在南部的时候，经常敬拜赞美团在赞美的时候，圣灵充满在整个殿里面，下面有被鬼附身的就彰显出来，我们就把他带到外面去替他赶鬼。所以有圣灵的一个教会，鬼彰显的越多，有圣灵在动的地方，鬼越会彰显，因为他害怕，他就彰显，他就不知所措。我们经常在做这种事情，好像北部比较不见这个事情，这是让我们很怀疑的地方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必须经常做话语训练、圣灵训练以及祷告训练，这是必要的，这是属灵的战争。基督徒都需要具备行动的信心，像雅各书一样所讲的，并且这个信心不是以前我们所经验的信心，必须是从神来的信心，以神的角度来看、眼光来看，这样子的信心才会建造我们的生命。这就是带来幸福的信心。那么带来幸福的信心的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，
我们要每天记得吃天上的粮食。出埃及记16章第4节这样说，一起来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。每天都要读经，就是在吃粮食，并且照着你的信仰的程度去读，或多或少，也就是照着你的信仰的程度去吸收那个量。许多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的信心要成就的时候，魔鬼就会来干扰。魔鬼会透过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负面的事情，魔鬼也会利用我们周围的人来打击我们正要透过信心祷告成就的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拿出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，就像以弗所书第6章那个属灵的军装最后讲的一样，我们用神的话、神的道把魔鬼刺杀。所以，我们的生活当中要靠着坚强的信心，不要被世界所认同的知识和常识来干扰。比如说，有人祷告了，牧师跟他讲说你的病会好，然后很多的医学常识的人就讲说，哎呀，那个医学常识这个是不会好的啦，那生活常理来讲这个是不会好的啦，让我们陷入很迷惑的困境。我们今天有一个见证人在我们当中啊，以前他是精神分裂，很多的症状在他的身上，那时候医生都说他不会好，可是他到侨爱教会，我们一个祷告团替他祷告，按手祷告，他被医治，一直到现在。他以前是国中的时候就被退学了，因为没有办法在学校读书。现在他高中毕业，他要考大学，带着喜乐的生活，这是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用信心的祷告就会造成这样的事情。2006年的4月26日，我在台北参加 MTS 训练，叫做门徒训练学校。我遇到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，韩国人，叫做吴圭万牧师。那天是他禁食第91天了，他只喝开水，因为在91天之前，他在韩国检查他有大肠癌，医生告诉他要手术。他问医生说：“我手术之后可以活多久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多活3个月。”他说：“那我为什么要手术？没有手术的话会活多久？”他说：“你只能活3个月，就是91天啊。”可是我们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是第91天的禁食祷告。3个月前的医生虽然宣布他会死亡，可是第91天他在台北跟我们讲 MTS 课程的时候，却活生生的很有精神了。同年的10月份，我到高雄，我带了几位的弟兄姐妹到高雄去参加教会的 MTS 训练的时候，他还在当讲师，已经过了半年，他还在当讲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你就知道说他是活下来的。他那一天最后一天告诉我们说：“我这一次回去要去问医生啊，到底我的大肠癌好了没有？”各位弟兄姐妹，信心的祷告就是这样子。当医生宣告他90天会死亡，他说：“我要祷告100天。”这个就是信心的表现。圣经说，在诗篇145篇1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一起来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吴圭万牧师后来成为韩国纯福音教会很有名的医病赶鬼的牧师，现在他们叫做先锋队，叫做教会的先锋队，什么事情他们都打第一线。那么这个牧师从长老教会去到祷告山禁食祷告，成为一个神非常重用的人。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得到耶稣的应许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的第7节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
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一起来念来：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一节是我们在用经文祷告的时候跟神要的。我们会用这一节圣经来跟耶稣说：你讲过的话算数，你要去成就。耶稣会照他的话成就啊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话是可以空空的回到他那里去的，必定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个就是信心。当我们记得圣经的话，心里有确信的时候，就马上要宣告得着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行动。不管旁人怎么说，知识上怎么讲，我们都不要去理会它，因为这是神的话语，已经应许的。神的话要带给我们信心，去成就神迹。第二个是顺服是信心的别名。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列王纪上17章13节到15节，我们会看到以利亚对这位撒勒法的寡妇说：你先做一个饼来给我吃。当你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你的信心。当我们顺服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成就信心的事。我们不要替耶稣操心啊，不要替上帝担忧啊，因为他自己会解决。我们只要谦卑顺服神的话，照着他的话去做就可以了。这个撒勒法的寡妇，她在想说：你很聪明呢，我的坛里只剩1把面粉了，我的瓶里只剩几滴油而已，我这吃完就等死了。听起来真的很凄惨，对不对？很悲哀啊。可是以利亚说：你会继续有东西吃的，只要你先做一个饼来给我吃。依照常理的话，他会讲说：好像在开玩笑，我这个饼给你吃了，我就没有了啊，怎么会还有饼可以吃呢？可是撒勒法的寡妇顺服，你就会看到信心所成就的神迹。如果撒勒法的寡妇不顺服，他会看不见，所以他顺服以利亚的话，先给以利亚做一个饼，然后他再去抓的时候，真的坛内还有面粉，还有几滴油。等到他为儿子做完饼的时候，再去抓的时候，坛内还有面粉，瓶底还有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信心是一生都在学习的，尤其我们要先学习顺服。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就经历了信心的事情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就会经历信心的事情，我们就会看见神为我们成就大事。约翰福音第9章的第1节到第7节里面记载一个瞎子，耶稣用泥巴把它涂在眼睛，说：你去西罗亚的池子去洗。如果瞎子不去洗会不会看见？不会看见啊。他一定要顺服耶稣的话去洗。到了西罗亚池一洗就看见了。西罗亚池今天还在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信心就是必须要顺服。在韩国教会有一个母亲带一个小孩来做这个祷告，他的耳朵一边有耳孔啊，另一边是只有一点点肉，台语叫做蓝山巴，这没有耳孔。他的母亲就说：我要祷告我的孩子有耳孔，我觉得很康啊，我有很正常的耳朵。牧师就听他祷告，祷告完了有没有耳孔？有耳孔没啊？还是一样的，只是那个蓝山巴在那边。可是牧师说：你不要担心哦，你不要怀疑哦，你回去要继续祷告哦。所以那个母亲每天就摸着那个蓝山巴，就为他的儿子祷告，每天都摸着那个祷告。然后隔了几天，他看到他的儿子长出了半个耳朵的形状，然后在40天，经过40天，长出了整个的耳朵，并且有一个耳孔已经出现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相信的请说阿们。韩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，就像有人只有念主祷文都没有信主的，念了将近2万次，天生瞎眼的妇人，念了2万次就看见了。主祷文有这样子的能力，我们根本都不晓得。可是那个妇人因为不会祷告，她只凭信心去念主祷文，念了将近2万次，她的眼睛看见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信心就是这样子，你一定要顺服啊。麦高登他曾经讲过一句，麦高登牧师他讲过一句话说，顺服是开启每一扇门的钥匙，所以我们要用顺服去营造信心。顺服是信仰生活中常见的要素。第三，信心的是仰望的法则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，他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原文就是好像地契那个契约了。你没有看到土地哦，只是你只要有那个地契的证明书，你就会相信那一块土地是你的，对不对？是没有人可以给你抢走的哦，因为这个地契证明书就是你拥有那一块土地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就是告诉我们这个。我们用信心祷告之后，就用正面的渴望去看见，相信所祈求的事已经成为事实。用信心是仰望的法则，信心仰望的法则就是我们现在相信上帝才开始动工。上帝有时候要我们等待啊，当我们仍然看见事情，当我们仍然去看见事情已经成就的时候，就用正面的话去宣告上帝已经实现了祷告。我们都相信说，我们基督徒死后会进天堂，对不对？可是天国不是死后才去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在永恒的路上了。天国是你心里现在看见天国，你就会去的，你已经去了，你已经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会生活在天国当中，我们要凭信心去看呢。曾经有一位长老，他去游天堂，他看见一个很大的房子，他就问天使说：“这里面装什么东西啊？”他都有很多礼物。这些礼物呢，本来是上帝要送给很多的信徒的，是为很多信徒的祷告来准备的。可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来领取，所以还是留在这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信心，你祷告之后，你要有信心去领取，那个礼物就不会留在天国了，就会留在你的家里面，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必须要坚持，就像路加福音第18章所告诉我们的故事一样的，我们坚持相信祷告已经成为事实。神学家爱默生曾经说，所谓的英雄并不是比一般人更勇敢，而差别就是在他的勇敢比一般人多坚持1分钟。马太福音第15章记载，那个带着女儿来找耶稣医治的迦南妇人，不管人怎么赶他，怎么鄙视他，他都坚持不走，他一定要耶稣医治他的女儿。果然耶稣就照他的信心，照他的坚持医治他的女儿。滑铁卢之战我们都知道，威灵顿将军打败拿破仑，他们2个人僵持在战场上的时候呢，为什么威灵顿会打败拿破仑？因为威灵顿祷告上帝，他的救兵，他的支援的兵要赶快到。拿破仑没有祷告上帝啊，所以上帝就下了一场大雨，让那个支援的拿破仑的将军在半路上就因为下了大雨而耽误的。所以威灵顿将军在胜利之后说：“感谢上帝啊，几滴雨把拿破仑打败了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信心仰望好像一个钱币的2个面，当我们带着幸福的信心来祷告的时候，就把这2个面连接起来，神迹就发生。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实底就是土地权状。
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接近于土地权状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就是说权状在你手中，你还没有看到那一块土地，但是土地一定是你的。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讲，要拓展信心的内涵。诗篇第81篇第10节，请把经文打出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曾把你从埃及及担载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以前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可能只有祷告那些芝麻蒜皮的事情啊。可是我们现在要大大张口，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。所以你要祷告更大的事情。你不要说我经常祷告的是那信心要扩大，要拓展。你要拓展你信心的内涵，让你的信心的经历更加扩张，日新又新。1+1这个事情，这个故事的后面，后来弗拉尔跟谢尔他们2个人就被分发到美国的德州去了。他们在那边开了一个铜器店。弗拉尔就问他的孩子说：“孩子，现在1磅的铜是多少钱？”他说是35美分啊。他说不对，1磅的铜是35块美金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你一定要讲1块的铜35块美金，这样子教导他的孩子，你的信心要扩大。果然，他们就是把铜变成很多铜器、铜鼓、喇叭这些都类似的东西。他们也做了奥运的铜牌，他们也做过。他们曾经把1块的普通的铜变换成很多的钱。20年后，弗拉尔过世了，他的儿子基尔独自经营这个铜器店。他最大的成就，曾经把1磅的铜卖到3500块的美金。不过，真正使弗拉尔扬名，这个吉尔扬名的是纽约市的胜利女神。胜利女神这个铜像在纽约的港口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22层楼的一个建筑物。我大概35年去过，也爬过。当纽约市政府他要翻新这个胜利女神的建筑物的时候呢，把很多的东西、废弃的东西就一直丢下来，囤积在这个旁边的广场上面。那么怎么去处理呢？他们就开始标售。可是标售的时候呢，价钱人家都认为太高，后来一直降到350块美金啊。这个吉尔他从欧洲法国旅行呢，看到这一则事情，就赶快直飞纽约市，他就把它标下来。大家都笑他说：“标下来的时候这个依照环保的规定3个月要处理完毕哦。还有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还会被环保局罚款哦。”可是吉尔充满信心呢，他马上把他的员工调来，把那些的木板做成这个广场的样子，可以做这个底垫，把清扫下来的泥土的尘沙就变成一盆一盆的，然后再一些花这样做，把那些锡啦、铅啦、铁啦就熔成去制造成为钥匙圈。他把350块美金的这些废物，在3个月里面全部都销售完毕，总共卖了多少钱？350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他有看见了，他也相信他可以赚钱，所以他敢去标350块，标到竟然是变成350万美金的一个收入。所以我们要信心去看啊。不久，迦南教会要做满1200人，年底你要做满1000人，可是我们要动哦。你不要说我年底做满1200，我就不动。我们要传福音呢，你就去运动。我刚才讲过，传福音是运动，没有运动不是健康的基督徒。我们会有好几个敬拜团，会有好几个鼓手，会有10几位的常驻的司琴，还有100人诗班。你要去看，要用信心去看。传道经常在祷告当中用信服的信心来看，来祈求，还要加上弟兄姐妹
你们一定要用带来信主的信心去看、去祈求啊！不要嘴巴光讲，你要真的去看到迦南教会会坐满1200人，在年底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只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上帝就要大大的复兴迦南教会，赐福给我们迦南教会。相信的，请你说阿们。好像不太相信呢。相信的，请你说阿们。要动起来了。马可第9章23节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一起来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阿们。上次我讲过一个日本的金牧师，他的教会有一个青年呢，他想要一支很好的电吉他，他就学习金牧师信心的仰望。我们还记得那个金牧师为了得到一辆轿车，他祷告神，后来他后悔，因为他信心太小，他只买到 Honda 的，他没有得到那个他只买到这个Honda 或Toyota 的，他没有那个尼桑的，没有得到尼桑，所以他得到之后他就后悔。他教导信徒要用信心的仰望，扩展信心去祷告，让信心的祷告成为事实。这个信徒呢，年轻人呢，他就相信他说好，我要得到一把电吉他啊，可是他没有钱买电吉他啊，他就去买一个 pick 弹吉他那个 pick 每天在那边弹就练了开始练了可是1个月2个月过去，还是没有电吉他。这时候，美国有一个摇滚乐福音队到日本来布道，哇，盛况空前。最后一天呢，真是人山人海。福音队的队长向上万名的听众说：“我要把这一把很珍贵的电吉他送给我们当场的一位信徒，一个人。”这一把电吉他价值12000块美金，大家就开始睁大眼睛了。然后就说，先举手的还没有讲完已经有几百只手举起来，对不对？哇，讲了好几次，还是分辨不出哪个了。所以这个队长就说：“好，这样子的分辨不出来，解决不了。身上有带着吉他 pick 的。”这一把琴要送给他，这一把吉他要送给他。结果呢，万名的观众里面、听众里面，只有这一位金牧师教会的年轻人，因为他以信心的那种仰望，每天在练习电吉他，只有他有这个 pick， 他就跑到前面去领了这一把12000多块的美金的电吉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带来幸福的信心是逆转人生的要素，这种信心是我们一生必须要学习的。我们要过着仰望上帝、拥有盼望及信心坚固的生活，并且要经常宣告：我可以做到，我可以，我要试试看。请大家也讲好不好？来，我可以做到，来，我可以做到，我要试试看。信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宣告，你要做做看，你不做的话都没有办法得到，所以你要做做看，你要试试看。有时候虽然觉得前途还是暗淡啊，但是请你不要看环境，只要仰望神，依赖他，以带来幸福的信心，过积极正面的信仰生活，就会给你带来幸福。但愿大家都能够透过神的话，寻找信心成长之路，并且常常顺服神，与圣灵交通，随时仰望神来提升你的信心。同时要常常与有信心的人连结，听到有信心的话，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，可以过着幸福的人生。告诉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，有信心你可以过幸福的人生。来，有信心你可以过幸福的人生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们。一起来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信心是你给我们的仰望，信心是你要我们去顺服，信心是要通过神你的话语来成就的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中经常存着神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经常借着神你给我们的这些话语来宣告，让我们有着顺服的一颗心，来顺服主你的话语，顺服您要我们做的事情。虽然极不可能，可是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信心就成为神迹。主，求你也开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再祈求一些小事情，而是祈求更大的事情。就像诗篇81篇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大大的张口，因为我们的父上帝是那么的富有，那么的丰富，我们不必担忧我们所求的得不到，我们会得到，因为上帝你已经应许说，你不留一样好东西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。感谢主，求圣灵帮助我们经常透过信心看见我们要成就的事情。感谢主的恩典。孩子的祈求祷告不配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